国政府继续鼓励汉人移居到东突厥斯坦，为了给汉族移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中国当局逮捕了一些维吾尔族人，同时维吾尔族被迫迁出。据报道，在东突厥斯坦的巴初县813户家庭中的3433人被迫离开家庭，分散到远离该县的地方。他们被迫在一家汉族人的新工厂里做廉价劳动力，月薪为250元，其中一些人从集中营释放。为了声援遭中国政府关押在集中营内的维吾尔人，广受欢迎的开源文字编辑软件诺佩加加推出了命名为“解放维吾尔人”的新版本。在推出声援维吾尔人版本的同时，主开发者在官方博客分享了此版命名的理念。他在文章中概述了在教营的现况，并在下方附上链接，鼓励用户参考他们可参与的声援行动。他写道：“身边的人常叫我不要将政治与这个软件混为一谈，因为这么做会影响到受欢迎程度。而避谈政治也确实是软件开发者或科技公司尽可能避免做的事。但我们得知道的是，即便我们不碰政治，政治也可能找上我们。”他强调，任何人都能声援维吾尔人，因为投入这项运动的唯一条件是对其他人具有同情心。在美国，维吾尔族年轻人在华盛顿首都第一体育馆前以谷歌维吾尔族的名义举行了一次繁华抗议示威活动。这群年轻人希望以此方式引起公众对维吾尔局势的关注。维吾尔族年轻人在活动中没有忘记香港和西藏。欧洲委员会周四表示，欧盟已决定提供6.63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继续实施为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实施的项目。根据协议，欧盟承诺分2期向土耳其提供60亿欧元的援助，这笔款项将用于帮助移民的项目。欧盟委员会说，根据这项协议，将向土耳其转移6.63亿欧元，这将确保欧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计划的连续性。该委员会补充说，剩余的资金将继续支持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等服务的项目。欧洲委员会表示，该基金不是由土耳其政府使用，而是由国际人权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使用。欧洲法院首席检察官说，捷克、匈牙利和波兰违反了欧盟法律，没有将欧盟委员会的配额制度用于强制性共享寻求庇护者。设在卢森堡的欧盟最高法律机构欧洲法院总检察长艾琳诺·夏普斯顿对欧盟委员会针对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提出的不遵守强制配额制度的诉讼发表了评论。2015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以强制性配额制度重新安置16万名寻求庇护者，以减轻意大利和希腊的负担。因为意大利和希腊处于移民危机的最前沿，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反对这一决定，并拒绝接受寻求庇护者。欧盟委员会随后在欧洲法院对这3个国家提起了诉讼。